来关心天气，拜六礼拜这2天转好天，温度嘛变悬。不过拜一水气会阁变高，天气开始无稳定，会落西北风。目前日本南边海面是有隔一粒风台逼合，伊是受惠日本气，被直接影响到咱台湾。透早日头出来，台北市不少人趁好天气到公园散步，暗过天气热，爱细致热上海。气象署13早起针对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甲台东县等5县市发布黄色高温警示警告，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台东有可能有烧风发生的几率。伊需要提醒，伫户外活动的时阵，一定要加啉水，才别发生掉山顶热伤害。因为经济卫福部的统计，今年7月初1到7月为止，有将近250人次因为热伤害看医生。这伤害的话，其实它可以用好几种形式来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些热晕厥、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那其中最严重就是中暑。气象署表示，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13各地天气侪云到好天，气温比前一日搁较悬一寡。中昼过后，大台北山区、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由原本伫日本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13透早已经加入今年第5号风台逼合，向日本方向刷天东，对台湾无直接影响。这个百合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着日本的这个东方海面移动，然后再往东北边离开，所以这个台风未来一段时间的路径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的。气象署指出，14、15水气增加，中部以北天气无稳定，透早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也要注意中昼过后雷阵雨。到18拜五，菲律宾东边海边可能有热带低压扰动发展，不排除加速风台，也个需要密切观察。记者综合报道。